大家好，我係阿傑，今集要介紹一套絕對唔可以錯過嘅港產片《爸爸 Papa》。呢套電影唔單止震撼人心，劉青雲仲喺第43屆香港金像獎攞咗最佳男主角，谷祖琳攞最佳女配角，以及最佳新演員蘇文濤，實至名歸。故事改編自2010年荃灣嘅親案件，一個家庭喺一夜之間被撕裂。劇情唔係單單聚焦案件，而係帶你走入一個父親劉青雲飾演嘅阮永年內心最深層嘅崩潰同壓抑。佢本身係個餐廳老闆，喺老婆同細女慘遭殺害之後，佢冇崩潰，反而每日照常開工，面對街坊親人，一副撐得住嘅樣。咁你有問題你講啊嘛，大家一家人。但鏡頭之下，佢完全係一個被罪惡壓住，日日懷疑自己有冇做錯咗嘅父親。導演翁子光用一貫佢擅長嘅方式，冷靜、節制，帶觀眾慢慢揭開角色內心嘅痛。其實點解會將死睇得咁重？如果你睇過佢之前導演嘅《踏血尋梅》，你就知道佢好擅長拍社會案件背後嘅人性。爸爸延續咗呢種風格，仲加入咗章節式敘事、4:3畫面比例，將觀眾困喺角色回憶入面。同場嘅蘇文濤首次演電影就攞最佳新演員，佢演一個心理狀況有問題嘅少年，眼神空洞得嚟，又充滿內在糾結，好恐怖但又可憐。我淨係想做翻老豆。成套戲係一場情緒地震，你唔會睇到爆破追車，但你會感受到一個家庭點樣喺靜靜地崩潰。爸爸唔係一套易入口嘅戲，但佢係一套值得你慢慢消化、反覆思考嘅作品。如果你中意有深度、有情感張力，又係改編真事嘅港片，呢套你一定要入場支持。爸爸喺馬來西亞6月12日正式上映，千祈唔好錯過。我係阿傑，如果你睇完有感想，歡迎留言話我知，記得 like 加訂閱。我哋下次見啦。